馬太福音17章。6日以後，耶穌帶領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兩兄弟點點地上一座高山，在佢哋面前，耶穌嘅形象改變，佢嘅面發光像日頭，衫也像光暗白。忽然，三個學生看到摩西和以利亞在嗰位同耶穌講話，彼得對耶穌講：主啊，我哋在這位真好，你那係愛，我在這位搭3件了誒，一件本你，一件本摩西，一件本以利亞。彼得嘅話還未講說，有一堆燦爛嘅雲出現，炸等佢哋。忽然有聲對雲中傳出來講：這是我所寫嘅來的，我所歡喜嘅，你哋愛聽上去。學生聽到這個聲，就撲落去，非常作驚。耶穌行過來，撲佢哋講：看起來唔是驚。佢哋我頭一看，冇看到別人，只有耶穌在嗰位。佢哋下山嘅時，耶穌吩咐佢哋講：人子望對死復活以前，千萬唔好將所看到嘅異象講俾人聽。學生問佢講：經學教時用會講，以利亞天出愛先來呢？耶穌講：有樣，以利亞愛先來使萬事復原，總係我老二都講。以利亞已經來了，可惜人唔認識佢，反轉隨心所愛來對待佢。同樣，人子也會受佢哋嘅苦毒。這時學生爭啲耶穌所講嘅係指施洗約翰。佢哋轉到眾人嘅位嘅時，有一個人進前來，跪在耶穌面前講：主啊，求你可憐我來呀！你不煮馬菜呀，非常痛苦，常常跌落寶地杯，也係水中去。我帶佢來見你嘅學生誒，仲係佢冇辦法醫好佢。耶穌恩講：你哋倆死退嘅人，用辦按無信心，按腐敗。我還愛猜你哋倆位結救呢，還愛原來你哋結救呢，將聖人呢帶來我倆位。然後耶穌接批嘅鬼，鬼一出來，聖人嘅病就是出好了。事後學生暗中來問耶穌講：我哋樣辦無法度將該鬼腳出去呢？耶穌恩講：因為你哋嘅信心特色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嘅信心那係有一粒芥菜籽安排，就係對倆初山講，對倆位駛到幾位去，佢也會駛過去，無乜嘅事係你哋做唔到嘅。學生隆重出席在加利利嘅事，耶穌對佢哋講：人子為本人交在人嘅手中，佢哋會殺害佢，總係第3日佢會復活。學生聽到非常憂愁。耶穌老學生來到迦百農嘅時，有幾個數10天歲嘅人來見彼得，問佢講：你哋嘅先生唔係愛納10天歲嗎？彼得講：當然愛納。彼得入屋度去嘅時，耶穌先問佢講：西門，納關稅也係人頭稅，本倆世間嘅君王嘅，係本國嘅公民，也係外國人，你想樣辦？彼得講：係外國人。耶穌講：既然係咁樣，本國嘅公民就唔是納稅，總係我哋莫犯到這條人，而去湖邊釣魚，將釣到嘅頭一米魚嘅捉來，打開魚嘴，你會看到一個銀幣，價錢就係二老愛2沙愛納嘅10天歲，
你就拿去本记头。